台大为着要解决学生宿舍无够通大的问题，即马规划是13亿外要来起3栋的学生宿舍，提供3700外的床位。校长陈文忠表示，若是按照计划，伫咧2028年甲伊完工，会成做台湾上大的学生宿舍。台大10多年前就甲民间 BOT 伫学校4个位启用宿舍，来应应学生宿舍的不足。即马学生宿舍21栋，8600外名学生住入去，床位不足，部分宿舍老旧的问题犹原要伫咧。我自己住过最小的大一女舍，它是就是你的宿舍床位2个椅子拉开就已经几乎要贴在一起了，没有什么走动的空间。前校长管仲敏任内答应兴建新宿舍，伫现任校长陈文忠有进展。学生宿舍设计负责人林秋明伫册伊的校务会议报告，会伫基隆路甲新海路口兴建3栋14层楼高的宿舍，2109房，3752个床位。其中性别优先宿舍第3楼37房96床，无障碍双人房位伫1楼至2楼，有20房40床。校长陈文忠讲，有估43.3亿，5万8年后庆2028年完工，会加做全台上大学生宿舍。学生代表烦恼机车位不足，宿舍这么大，管理也是挑战。它这个房都超过我们以前原本的管理的范围哈。那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，更符合同学们的居住的需求跟品质？教育部推动为期5年的新宿舍运动2点0，今年8月上路。陈文忠表示，会申请相关补助，高透过捐款帮忙学生，和租金伫合理的范围。另外，性别优先宿舍的申请条件是啥物？会开公听会，若未来学生通过，会当揽咧大，会定相关管理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